主后2023年9月30日，每日圣安宫读经。丰盛的财富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雅各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恁这好业人，注意听，着为着得要受的灾难哀伤啼哭。恁的财富已经败坏，恁的衣服已经互咒虫甲破去。恁的金银生鲜，这个鲜会成做控告恁的证据，阁会亲像火烧灭恁的身躯。恁为着将捌的日子积聚钱财，伫恁的田园为恁做工，甲恁收割的人，恁无工钱互因，着听因叫苦的声，遐个收割的工人呼叫的声，主万军的统帅已经有听到。恁伫地上享受奢华宴乐，恁家己食甲肥足足，在等互人刣的日。恁甲无辜的人定罪，甲伊杀害，伊嘛无甲恁抵抗。丰盛的财富观，对人来讲，有钱真好。总是雅各书提醒，人对金钱的处置和使用，必须谨慎和节制，免得落入灾难。伫早期农牧时代，人的财富往往用产地、精生的济少和粮食的产量来计算。以上也会当显出人的身份地位。总是粮食会腐坏，衣服也会互虫蛀歹，可见世间的财富是会败坏的，袂当永久留存。今仔日的经文提到，好业人未受定罪，在伫因所积聚的财物，竟然济甲用袂完，出在伊毁坏。这也诚侪控告因的罪证。好业人未受审判，大省是因伫财富的处置和使用上为富不仁。伫耶稣所讲的财主和列撒罗的譬喻中，财主日日过着奢华宴乐的生活，也要将伫伊面前得等伊桌顶加落来的喙柚仔通占道的散车人列撒罗看在眼内，结果财主死后落伫阴间受苦，因为伊无视眼前生活无通好好过日的散车人，毋出手援助。当教会有兄弟无通食、无通穿，咱只有出喙无出来讲平安平安，愿恁穿烧食饱，却毋讲给因所需要的，有甚物路用呢？财富济甲出在伊腐坏，互虫蛀掉，生鲜歹去，却毋愿意实际去借助别人，将来要安怎面对上帝呢？搁再来，雅各书提到这个有钱人的财富，毋是照公道得到的，是借着关系去靠工人用得的工资来得取房贷的暴利。伫金钱亏负人，实际上就是贪财。摩西的律法明文规定，对任何散车的雇工拢毋通剥削。当日的工资需要伫日头落山以前支付互雇工，毋通延迟，因为伊需要靠这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先知阿摩斯也捌责备
天龙寺的官员、大生意人，用无公平的交易剥削善车人，为家己积聚财富。阿摩斯严厉指出，当主的日子来临，这人要受审判。台湾教会广播社是台湾第一台印刷机甲第一份报纸的发源地。除了发行报纸和更新等福音刊物，也有4间实体册房。广播社几年前引进公平无益咖啡，互消费者伫咧啉咖啡的同时，也会当具体帮助到第三世界的咖啡农。即马真侪人逐日拢会到便利商店，还是连锁咖啡店买咖啡。若拄着解啉公平无益咖啡，就有机会帮助一日收入无够$1的咖啡农脱离产车，也当支持农民用永续的方式种植。一个真正实践信仰的人，会用公平正义的方式赚取金钱，安尼所得的财富，才是上主所赏赐。拥有财富的人，伫使用钱财的时，需要搁较谦卑，知影处置社会也用伫社会，互家己和别人的生活搁较美好。愿咱用正确的财富观来实践自爱的善功，营造富足搁和谐的生活环境，互所有的人做伙享受上主所赐的丰盛。理想，使用金钱行善助人是上帝所欢喜的，要得到伊持续赏赐。使用金钱行善助人是上帝所欢喜的，要得到伊持续赏赐。咱来祈祷，看顾善车人的主啊，求你互我自善的目睭、慷慨的行动，来分享你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